仲喺度為錯過黃金行情拍大擺，快醒啦！真正嘅寶藏喺呢度。今年金價瘋狂破紀錄，國際金價已經刷新咗50幾次歷史新高，但係90%嘅人都忽略咗一個真正嘅狠角色，就係黃金嘅窮親戚白銀，已經靜雞雞漲咗45%，實打實跑贏黃金。好多人覺得呢啲只係白銀跟住黃金蹭熱度，但真相係呢波白銀行情嘅邏輯硬到似石頭，根本唔係簡單跟漲。今日我哋就用大白話講清楚點解白銀可以逆襲，仲有而家究竟該唔該上車。首先要搞清楚，白銀同黃金根本唔係同一條路嘅資產。黃金講到底就係信仰資產，主要靠避險、抗通脹撐住，工業用途佔比淨係得10%左右。但係白銀唔同，佢走嘅係實用路線，自帶避險加工業雙重加持，工業需求佔比超過50%，呢個先係佢嘅核心底氣。我哋平時用嘅太陽能板、開嘅電動車，仲有高端芯片入邊嘅銀漿，通通都離唔開白銀。不過要講清楚，唔係經濟好壞，白銀都可以沾光。經濟景氣嘅時候，工業需求爆發，白銀被搶住要。但如果全球製造業衰退，比如半導體行業唔景氣，白銀嘅工業需求都會跟住收縮。仲有呢，而家技術升級，太陽能電池入邊嘅用能量越嚟越少，銅鋁呢啲金屬呢又喺度搶低端市場，替代效應一定要重視。當然啦，撐住白銀呢波上漲嘅主要動力仲係供需緊張。直接睇數據，2021到2023年供需一直有缺口，2024年靠再生銀先補平，2025年估計又會出現1.2億安士嘅缺口。而家全球顯性庫存處於近10年低位，供給端就更棘手啦。墨西哥、秘魯、中國呢幾個主要產銀國，一係礦石品位下降，挖唔出咁多優質銀礦，一係監管收緊，新產能開唔出嚟。再生銀雖然越嚟越多，但仲未完全補上缺口。呢個就係典型嘅供需錯配，就好似你屋企樓下嘅麵包店，麵粉就快用完，排隊買麵包嘅人仲比尋日多，價錢點會唔升？白銀而家就係呢個情況。可能有人會問，既然白銀咁好，點解之前冇人關注？因為白銀嘅盤子太細啦。倫敦金庫入面嘅黃金市值大概5800億美元，而白銀淨係得420億美元左右，連黃金嘅1/10都唔夠。盤子細就意味住流動性差，大資金一入場就可以掀起大浪。之前大家都盯實黃金，等反應過嚟，白銀已經靜雞雞漲咗45%。不過一定要提個醒，白銀雖然漲得猛，但風險都比黃金高好多。佢嘅波動率大概係黃金嘅1.5到2倍，漲起上嚟可以令你狂喜，跌起上嚟都可以令你心碎。比如2021年就曾經7日跌咗26%。仲有個常見誤區，唔好以為黃金有央行兜底，白銀冇人理。其實央行買黃金係為咗外匯儲備多元化，唔係救市。白銀雖然冇央行直接增持，但起碼都有商品基金、工業企業保庫存撐住。波動大嘅核心原因係金融屬性比黃金弱，再加埋期貨市場高槓桿投機。最後總結一下，白銀呢波漲幅係工業加避險需求雙驅動，再加埋供需缺口同低庫存嘅助推，邏輯非常紮實。但係而家呢個位置唔建議盲目追高。如果係長線投資者睇好新能源、半導體行業嘅發展，可以小倉位佈局。如果係短線投機，就一定要謹慎，千祈唔好碰高槓桿。唔係嘅話，一回調就喊都冇用。而家問題嚟啦，你覺得白銀仲可以繼續漲咩？係選擇小倉位佈局白銀，定係穩穩地持有黃金？評論區傾傾你嘅睇法，覺得有用嘅話，記得點讚收藏。我哋下期見。